你是毋是仍然分袂清楚感冒、流感以及 COVID-19 的差别？这个影片会说明3种呼吸道主要的病症，帮助你判断以及防护。一般感冒大部分由病毒引起，通常只有喉痛、打咳嚏、流鼻水等症状，干那需要休困啉水，搭配症头治疗就会好。流感则是比感冒严重，除了上述的症头，佫会出现高烧、酸痛，佫有爱困。COVID-19 症头范围上宽，为轻症甲重症拢有可能。常常看到的症头包括高烧、酸痛，以及上特别的鼻无味、食毋到味。建议大家定期做 COVID-19 预防针，提升保护力。到底要哪分别家己是感冒、流感还是 COVID-19？ 其實咱会当为图表快速分辨。感冒通常出现发烧、流鼻水、喉痛；流感的症头佫较重，会有严重的头痛，会有严重的头壳疼，佫有身躯酸痛。COVID-19 的症头上侪，但是通常拢会感觉人神神。各种的呼吸道传染病，要怎样好用3大法宝，就会当有效的阻断。第一，搁来洗手，才会当搁较健康。第二，挂喙安，避免传染。第三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咱大家做伙防治，守护社区的健康，大家营造玻璃群医关心你。